这个时阵，我若头脑清楚转去好学，转厝，我定着真幸福。阮老爸会像救世主的故事所讲的安尼，为我抬肥牛，因为伊听讲我大个迄只阵沉伫亚马逊罗斯，以后又经过真久，伊才知影我无饮食。毋过我的衰运袂煞，伊硬逼我向前。虽罔有几若解，伫我较冷静的时，我的理性对我大声喊，叫我转厝。毋过我做袂到。我毋知安怎叫这，我嘛袂讲迄是一种神秘的支配命令，逼咱正做毁灭家己的工具。虽罔面对灾难，还是目睭紧紧撞向前。当然，就是这种结束，互我无法度走闪。伊甲我杀向前，违背我上保守思想的冷静推理含苦劝，嘛违背我初次试验已经拄到的2摆明显的教训。我的同伴也就是船长的囝，起初伊帮我甲心肝掠怀，打伊煞比我较无胆。阮伫亚马逊方安排住伫无共的所在，但阮阁相拄，已经过2-3天，我会使讲，伊一个看到我，讲话的口气已经无共，伊看起来真郁卒，一直摇头，问我过了安怎。伊甲因老爸讲我即摆出海只是买试看卖，通好准备以后阁出国。因老爸越向我，故严肃阁关怀的口气讲：少年家，你无应该阁出海啊啦，着甲即摆当做一个明显的格调，你无适合做行船人。安怎讲，先生？我讲，你敢嘛无买阁出海啊惜？迄无共。伊讲，行船是我的职业，嘛是我的责任。但是即摆出海，你是要试探。天公已经互你试验者，互你知影若坚持落的效果。凡世阮拄着的，拢是因为你，就若像少纳违反上帝的命令，上去开往塔尔西斯的船，结果互大鱼吞落腹内安尼。拜托，伊继续讲，你是啥啊？是安怎你要坐阮的船出海？自安尼，我甲伊讲一寡我的心事。伊听了，忽然莫名其妙，大生气。我犯着啥啊？伊讲即个老师车哪会来我的船，互我1000磅，我嘛毋含你搭上共一只船。我是安尼想，这确实是伊精神上的转势。是受到伊的损失的刺激，其实伊无权利安尼责怪我。毋过后来伊阁严肃对我讲，劝我转阮老爸遐，毋通惹天公来毁灭我，讲我可能有看到对天顶伸出一只手要来对付我。少年家，伊讲，请相信，你若毋转厝，毋管你去倒位。你简单会拄到灾难含失望，一直到恁老爸的话应验伫你身躯。因为我无安怎应伊的话，阮真紧就分开，嘛无阁看到伊，我嘛毋知伊行倒一条路。对我来讲，落地仔有寡钱，我坐车去南顿，沿路一直到遐，我心内有济济的滚架，毋知生活着行啥款的路。毋知我着转厝还是出海。讲着转厝，见笑互我的想法大大倒弹。我即刻想着厝边隔壁会安怎笑我，互我无面子见毋若爸母，甚至其他所有的人。自迄时开始，我经常发现，咱人的性地实在真荒唐搁罕古，尤其是少年人，伫即款情形。因应该着听理智的指导，也就是因无为罪过伫见笑，颠倒为反悔伫见笑，无为做戆事伫见笑，煞为回头伫见笑。事实上，回头才会互看做是聪明的人。不而过，我生活伫即种情形一段时间，
毋知要创啥，生活要行啥款路，想着转厝，有一种忍不住的毋情愿。安尼伫外口一段时间了后，对灾难的记忆渐渐消去，随着记忆的减轻，我望转厝的小小念头嘛缀缀化去。到最后，我规个甲迄放袂记得，搁期待尾出海啊！